老民的家后想尽办法要解救红伞，散尽了钱财。伊伫个台北市仁爱路1500平的厝甲地，开放价3栋楼仔厝，等等这财产，嘛拢被保庇局甲没收。啊，其实这个背后的背景是，因为人看到伊有钱。尾啊，真侪年以后，伊迄个保庇局处长叫做姓牛啊吼，老讲啊，我一定要来你承认一个代志吼。恁老爸是安怎去互掠去关？是因为迄全台北，敢若因兜有2台进口汽车啦，保庇局内面有一个姓王的调查员，介意着迄2台车啦，所以就来创一个罪名，把你掠去。啊，掠去就财产拢变去啊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